伫过去几年来，二林溪经过真侪团体拍拼了，总算是大家所讲的台湾乌龙港啊，即摆已经变成一条生态真丰富的溪流。台湾湿地保护联盟嘛会继续举办各种活动，邀请民众做伙亲近这个大自然的环境。真侪人摕千里镜来看这鸟仔，这是台湾湿地保护联盟举办的志工鸟类探查活动，要来记录目前这的自然生态环境，嘛要来看大家保育的成果。今天大概记录了10几种，对啊，那每一种类就是从2、3只到10几只不等。二林溪过去因为污染真严重，毋但生态状况无好，更加阁有台湾乌龙港这个称号。后来经过真侪团体护育和保护，总算豆豆恢复生机。即马来到这，会使伫无共的季节看到无共的鸟仔。若是介意大自然的民众，嘛会当来到这。这里的鸟种相当丰富，那其中我们觉得最特殊的就是2级保育类的黑翅鸢，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些树林，所以它会在这边做栖息。那其他台湾河口常见的捕鸟，在这里也可以看到，比如说红冠水鸡，或是大白鹭、小白鹭。台湾湿地保护联盟为着要提升大家对环境保育的重视，拢会继续举办真侪活近大自然的活动，欢迎有趣味的民众做伙来参加，做伙来欣赏生态的水。